14世达赖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、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，根本无权代表西藏人民。关于达赖转世的问题，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，有固定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。达赖喇嘛活佛传承世系形成发展于中国西藏，其宗教地位和名号也是由中央政府确定的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。14世达赖本人就是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寻访认定，报请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继位的。中国政府颁布有《宗教事务条例》和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》，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。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遵循宗教仪轨、历史定制，按照国内寻访、金瓶撤迁、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产生。抖音